根廷国家脚球队拼到世界第一，光荣回国。落飞行机了后，第一场的马术游行，迄人是安尼马术根本就是寸步难行。还有真侪球迷真嗨真痛，敢若顾要对球车看英雄，拢袂记得家己的安全咯。这警方出动着大批警力，也是真歹控制这个场面，所以上尾是放弃着马术游行的庆祝活动，请球员改坐直升机。就安尼，直升机飞过百万球迷的空中，向球迷来感谢。两台直升机载阿根廷国家队球员来到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市中心的广场，这种公营倒转来违反方式，互球迷根本看袂到球星本人。不过因为球迷实在受过热情，互主办单位无使马术游行，改坐直升机，互球星会当向球迷说道声。阿根廷球迷有偌欢喜咧，来看布宜诺斯艾利斯市中心的广场，卖将钱甲密死，估计超过100万人。当广场已经客家球迷满出来，警察开放四周围高架道路的交流道，人数才较变少。而且真足看，已经有真侪球迷坐伫咧高架桥顶的关顶，看起来真危险。游行开始了后，马术行的速度甚至比警察行的速度较慢。球迷为了留面子，含家己安全都拢歪插啊，佮出现互人看甲心惊胆怯画面。有人行伫咧天桥顶的迄刹时，无人爬起咧道路的标识牌，看局面就要失控，警察进来管交通规矩。为了协助球员先离开马术，坐起咧直升机，改用伫咧空中隧道式方式结束这摆游行。Hello， 大家好，我是乃瑜，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第一个，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你按赞了吗？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赶紧订阅起来，还要记得按赞，开启小铃铛哦。